1980年由鄭明銘教授創立嘅國際私家美容協會45週年，我哋要感謝委員會，多謝我哋嘅企業會員、美業界嘅朋友們，默默支持我哋嘅工作。協會秉持取諸社會、用諸社會嘅理念，熱心參與公益活動，推動行業發展，推動綠色美容，堅守初衷，繼續擔當橋梁嘅作用，做好傳承同埋創新嘅工作。我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進一步與大灣區美業連接，發揮香港獨特嘅優勢。作為行業嘅引領者，向健康美麗邁進，並向為美麗事業奉獻嘅業界朋友們致以衷心嘅感謝。